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許進輝話，佢係同政府就啟德體育城嘅計劃已經討論12年，認為政府唔能夠言而無信。對於政府考慮擱置計劃表示憤怒，佢希望政府唔好低估體育界。唔好淨係我哋即係任人哋因為碾任人搓咁，你話點啊點咧咁？即係我希望即係政府唔好低估咗我哋體育界嘅人士啦。其實我哋係一班好團結嘅人嚟嘅，只不過我哋個個咁幾十年嚟都係嘅好人啦。我哋好多嘢都係支持政府，搞到乜嘢我哋都冇乜點出聲。但係今次咧，我覺得真係，如果我哋再唔出聲咧，即係變咗我哋係一班任人宰割嘅沉默嘅羔羊。話自己以個人身份表達意見嘅許進輝又話，行政長官梁振英無論喺競選嘅時候，或2個月之前，港隊從倫敦奧運返港嗰陣，都表示會大力支持體育發展。如果擱置計劃係一種倒退，又話呢個時候先考慮擱置計劃係議而不決，決而不行。而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彭聰亦都認為，體育界要組織大批市民上街並非難事。咁如果我哋能夠組織咧過萬人嘅幾萬人走到馬拉松走到市嘅時候咧，如果要我哋組合所有人咧去反對政府咧，我相信咧都唔係一個難事。不過咧，我哋一向咧對政府咧我哋都尊重。但係如果全民咧都走向街嘅時候，全民運動都要走向街去反對政府嘅時候咧，我諗咧呢個咧係一個好恐怖嘅事幹喺度咯。許進輝同彭聰都話未收到政府通知有關啟德嘅最後決定，又話啟德選址已經討論多時，冇諗過有其他地方可以替代。體育城嘅規模亦都唔能夠再縮小，因為香港已經缺乏達到國際標準嘅場地。周邊國家同城市好似新加坡咁已經興建咗體育城。佢哋認為除咗啟德之外，亦都可以有其他土地興建房屋。